高树乡位在屏东的北端，地势平坦，四季宜人。而高树也是客家6堆中的6堆，当地有个特别的石狮公信仰传说。这次我要带阿布布去认识高树的在地信仰，体验客家聚落风情。阿姨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大哦！对啊，这狮子真的好大哦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你看这个。这是沙条抽给石哎，好大哦！你有看到眼睛在哪里吗？有，在哪里？它的鼻子上面，好高哦！沙条抽给石哎，真的好大哦！传说客家诗的起源就在屏东大鹿关地区，而石狮公代表着客家人不畏艰难、跟大自然搏斗的应景精神。我跟阿布布要赶紧去找找其他的石狮公喽。所以小姐也是这边人哦，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说这个萨克斯哎，所以你知道它的典故吗？系啊，遐摕片过旧的，就张萨是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嘞，而且遐保护咱呢中华人的平安。哦，布布，原来萨克斯哎啊是在保平安的耶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那还有一只骨头白萨西公，我等下等你去看哦。好，在前面吗？哎，先。萨条也能做成狮子，真的很特别。我跟阿布布仰望着不同的石狮公，不同的造型，不同的年代，听着不同的背景故事，让我们更了解当地信仰，也知道村民对石狮公有深厚的情感，见识了石狮公雄赳赳的威风模样。当地人说，这里除了可以看石狮公，还可以把石狮公吃下肚。只是萨条怎么吃下肚呢？我跟阿布布迫不及待要来品尝一下。这是我们这边的沙石公板，它的外皮是用我们的火龙果下去染色的，所以不是外面的色素。布布，你看这萨斯公饭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看起来很棒，对不对？一弄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不知道叶子，你为什么用叶子给我吃？那我你也吃叶子，好不好？甜甜的，超好吃的。阿伯伯，你觉得屏东高树后告吗？还有很好玩哦，还有很多实验。对呀，而且是沙条做给食哎。